Unigirls 啦啦队热情应援，2026中职官办热身赛事第一场由统一赛对上中信兄弟，赛队伫前6局就摕到9分领先，结果以10分比1分的成绩摕下胜利。内角，主审这次拉弓箭了，外角第一尝试一下没有，反倒是内角，现在是形成了再见3阵，也结束了这场比赛。今年嘉泰新棒主副球场头摆加入热身赛事使用场地，预计伫副球场有2场，主球场将伫咧3月20到22举办3场。除了提前替新赛季来暖身，也互球迷率先体验新球场的比赛氛围。我们通过中华职棒联盟的认证，让我们的球场可以成为正式的比赛球场。那非常谢谢中华职棒联盟，也谢谢大家的努力。那我们中间有面临可能要再优化的地方，我们要赶快加以优化。市长黄伟泰伫热身赛事第一天就亲自前往观赛，替在地球队统一赛来加油打气。毋那强调嘉泰新棒主球场正式通过中华职棒联名认证，同时邀请全国球迷3月29来到嘉泰新棒主球场，做伙见证台南棒球的重要时刻。这个铁路跟高铁的接驳部分，我们在开场前2小时，以及比赛结束后30分钟都备有接驳车。那停车的部分，周边的停车是非常方便，大家请放心，停车绝对没有问题。好，有2000多个汽车停车格，1300多个汽车停车格，绝对够我们使用。统一赛正式租用嘉泰新棒主球场做新主场，未来一档预计将有48场主场赛事伫遮进行。市府已经全面盘点周边交通配套措施，确保球迷有上好的观赛体验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